查群主。你是甚物人？也敢走入来天婆府，搁入来我的房间？你赶紧出去！群主啊，你哪咧赶人客咧？在下魏芳，乃是因舅妈的朋友，特地对三馆赶来啊。既然是舅妈的朋友，请你去静听者，我通我来去禀报我的婆婆。群主啊，这件代志千万袂好别人知影，而且我要讲的话嘛不便伫静听讲啊。莫非是六路？交代你有代志来甲我讲。无毋对，正是如此。将你传了我为风啊，我为风。就是魏芳。六嫂，你看，我是毋是有够威风呢？你哦，实在足足个，差一点仔就互你惊死。六嫂啊，你莫怪我啦。一来安尼啊，毋准我出门；二来我一个查某囡仔人要去海远的路，嘛是无方便，所以我只好改扮男装。既然连六嫂你都袂认得我，那安尼别人更加袂认出破绽。九妹过时咯。小等下，九妹，你即马要去倒位？来去三馆找六哥想办法啦。禀元帅，阮掠着一名奸细。奸细，相当野性。回禀元帅，迄个奸细讲伊有要紧的代志要禀报，最好踮咧书房甲元帅见面。哦，命你传了下去，将伊带去。是。元帅有令，将奸细掠入来。奸细想要走？对，从你的目睭背后金，你看我详细，我是奸细是？原来是九妹。大哥啊！九妹，你哪来遮呢？大哥啊，恁这三位吼，乌咧红咧白，实在有够无意思。见到面无问清楚，就将人当作是奸细。九姑娘，乌影之中，阮兄弟确实是认袂出，请九姑娘你多多原谅。九姑娘，失礼啦，失礼啦！对啦，九姑娘啊，甲你扮做查甫的，乌乌暗暗，你搁闪闪，看起来甲迄阮啊我共款呢。九妹，这三馆重地啊，因不得无小心的。三位贤弟，无恁的代志，个人回转岗位守职。是。大哥啊，
发生代志安尼？是什么代志？江波相思啊，写金毛叫幸福前的艺术，伊毋落叫无要紧，做摇龙啊，咱娘家人。伊讲什么？伊重视起人，杨家将处处扎在好的名将，苦海无果啊，伴国中，为通台前开的小将。言照文言，误会将我欺人太心难宽容啊！叫妹对到迄个义家上，教训伊冤啊了用，楚人智慧。杨家将过问怎会遮互乡的？写干真强啊，可义壮，我主公平有好。六哥啊，性命听人，三招界。小花艺术成几败，不尽求情，困不见，便倒在床，泪连连。哼！我杨延昭为朝廷抛高历史，镇守三关，皇上竟然听信谢金吾谗言，将咱娘家大功一笔勾销。我立局回宫见君，以监察辩论。大嫂，是救妹转来啊！安尼啊，舅妹，你为什么会打扮安尼生呢？安尼啊，你先莫骂我啦，你看什么人转来？大嫂，是巧玲，母亲，巧玲啊，巧玲，母亲，已经5年无看到你啊，唔知嫁外省的。玉霜啊，这代甲我压过来。是，母亲。尽好暗悲伤，自个点。
可你切擦玉霜。多谢玉霜。大郎，这是为妻婚礼之事，你唔免甲我说多谢。娇儿啊，你家己一个花囝，遐三观是甚物人来代替你镇守的？三观是义地角色。娇妹实在无应该去找你，你无奉圣旨嘛，无应该转来。父亲，孩儿这次倒转来，一来是探望母亲你的病，二来是要向上奉上求情。若是会当答应莫跳天宝舞咧，孩儿立刻就回转三观。总宝啊，你莫困啦！总宝啊，起来！我不会啦，哥哥啊，我再也不能了，你莫给我吵了。总宝啊，甲你讲，叫你精神，你哪来？总宝，阿娘甲你讲，你毋是逐工拢甲我问讲阿爹伫咧倒位？紧嘞，阿爹转来啊，去拜见阿爹。是总宝。大郎，自总宝出事，你还阁毋捌看过。今仔日是恁爸仔囝头一摆见面，去叫阿爹。阿爹，总宝来，是总宝。你真正是阮阿爹啊？我毋是恁阿爹，无是甚物人呢？